卖两个老人。查某顾客问：卵安怎卖？卖两个老人讲：一粒5块，女士。伊讲：我买6粒，算25块，若无，我毋买。老人讲：若安尼，就照你的意思，反正这是好彩头，因为今仔日到大枵无卖半粒卵。伊摕卵离开，真欢喜抬价成功，坐入高贵的轿车，伊参朋友去高级餐厅，因点真侪好食的料理，毋过剩真侪食无了。伊起来笑，笑单是1400块，伊摕1500块，叫老板毋免走。这种代志对餐厅老板是小看待，毋过对卖卵的老人是艰苦代。想看卖，是安怎甲散赤人买物件，咱买甲偏，是安怎对无需要咱慷慨的人，咱遐尼大出手。我捌听朋友讲，阮老爸过去拢用较贵的价数甲散赤人买细项物件，甚至是无欠用的物件，有时伊加互因钱。我感觉奇怪，问老爸是安怎伊安尼做？阮老爸讲，乖囝，这就是用尊严包装的自身啦。